入冬了后，第三阵寒流对拜五暗时会影响到后礼拜一，各地头拢会可能出现这10度以下低温。医生也要提醒咱的民众呢，这几天早起困起来，就要注意这温差，还有身躯的变化。另外，台北市建管处也表示讲，超过30年的建筑物可能会因为这天气寒，外墙的泰路会膨胀裂开。建议民众伫咧外口行时阵，尽量行顶仔骹，或者是顶悬有雨载所在。礼拜五下晡开始，阁有寒流落南。气象署讲，这波降温的速度会较紧，各地头拢有机会出现10度以下的低温。医师讲，高血糖、高血压、高血油的民众，是心血管病症的高风险族群。温差大会影响血管收缩，血压会较悬。无分年纪和族群，拢爱细腻。心血管的风险有的时候不是那么的明确，有些人可能已经有心脏病，或者是有脑血管疾病，但是自己不知道。刚好这一次在寒流来的时候，温度变化大的时候，才表现出来，以心肌梗塞或者是中风来表现，所以这个时候反而是要小心。寒流来，除了要注意家己的身体，出外也要注意大楼建筑物外墙的态度，可能会因为天气寒裂开落落来。台北市建筑管理工程处表示，伫台北厝龄30年以上的建筑物，若是发现外墙态度的色无同，有水分、白色结晶，拢较高有裂开的状况，民众就要特别注意。应该去检查它的墙面是否有相关的裂缝、凸起或有鼓起，还是说有变色，有没有白色的结晶啊？那代表它的瓷砖的粘着力可能会有剥落的情形。最后，它可能也是必须去观察那个剥落痕迹，或是有没有什么剥落痕迹，或是局部的缺陷，那可能其他区域也会有相同的风险。台北建管处表示，若是态路裂开，要紧联络专业人员来修复，维护公共安全。若无的话，会违反建筑法，罚10万以上3万以下的罚款。建管处也提醒，这几天天气寒，民众出门行伫顶仔骹，无就是爱伫顶悬有在所在行，会较安全。记者张家嘅谢桂玲台北报道。